每一天，我需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9，马太福音16章26节安尼讲：人若得到全世界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利益？人会当用啥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？三甲来祈祷，哀愿无为趁着全世界，却来失去性命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坐伫极悬的宝座顶，掌管历史甲人的心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的权能荣光超越时间甲空间的限制，你的荣光遍满伫全地，你的慈爱直到万世代无改变。主啊，我要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尊重甲高举你至圣的名。主啊，一个时，阮追求世上的成就，克忽略了灵魂的丧向。阮想要掠掉一切，却袂记你掠掉你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互阮回转归向你，因为阮若得到全世界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利益？阮会当用啥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？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